按照翻而家嘅核心嘅一個預期同埋估值，佢2025年佢係真實係蝕緊錢嘅，佢而家仲係蝕緊大概30億美金嚇。咁而家市值係對標大概係2萬1千億，我覺得而家呢個價錢其實係合理嘅嚇。係啦，咁嗱，講開 SpaceX 啦，咁啊，大家呢個禮拜一定係最關注佢啦。咁啊，琴晚就終於正式就上市啦，咁就開盤價就150美元，咁就高見就176.52啦，咁就大概最高係升到30%啦，咁最尾收市就大概160蚊呢個位啦，咁啊收2成嘅。咁其實都係即係都符合翻 King Sir 上個禮拜啦。其實我哋都有傾到 Space 嘅預測啦。咁其實都好準啦。咁我哋都講到大概3成左右呢啲位啦。嗱首先啦，我覺得首先我睇到佢個盤前個競價啦。咁佢大概10點鐘嗰時候開始有競價啦。咁就都從170去到最高應該係有175左右啦。跟住又開嗯，始回落翻啦，咁大概11點40幾分啦，先正式就促成第一筆交易，咁就開始哇，良心價正呢個式交易。咁價錢梗係但係嗱，琴日良心價。係啦，咁嗱，琴日都會見到個數據就係成晚嚟講係成交咗800幾億美元啦，咁就換手率去到90幾% 嘅。咁其實換言之係咪好多去參與去認購嘅人都已經先落袋先咧？咁就變到好似啲散戶變成即係接火棒咁接晒佢咧。咁其實對於嗱呢個而家其實都2萬億鬆啲嘅市值啦，咁你覺得呢個位會唔會有風險咧？嗱，我嘅睇法咧就先講結論啦嚇。我覺得而家呢個價錢其實係合理嘅嚇。咁因為 SBS 咧，我本身自己喺後邊都花咗好多時間去了解佢。咁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如果你單睇估值同埋數據咧，你真係覺得佢貴得好離譜嘅。但係我覺得佢點解會係合理，或者係合理當中都係偏貴咧？因為我亦都深度去跟住鏡頭走，去到佢哋嘅工廠點樣去做呢個星戰出嚟啊，點樣去做呢個星鏈啊？你哋一定要去上網去睇下呢啲咁樣嘅相關嘅短片。咁啊，當然呢啲亦都係涉及佢公司可能喺一啲叫做上市造勢前啊，要釋放一啲咁樣嘅內容俾大家去睇一睇。但亦都起碼你睇完之後，對成間工廠同埋成個公司嘅遠景同埋佢嘅實際嘅嗰啲設施，你會有更深度嘅一個了解。就好似我哋好多時候要做研究，你一定要去做盡調㗎。你唔去盡調，你好多嘅嘢你都根本唔知佢係做咩產品，同埋佢個規模如何、情況如何、生產線各方面佢嘅技術先唔先進，同埋有冇機會同佢嘅管理層去做一啲深度嘅溝通，聽聽佢哋嘅管理層究竟係有啲咩嘅遠景諗法，同埋公司團隊商業模式究竟好唔好，甚至乎佢下一步想將而家現任嘅商業模式1.0去點樣去帶到2.0、3.0，甚至乎佢哋成個架構以後會有啲咩嘅叫做轉變，甚至乎團隊裏邊嘅人對公司有冇啲咩抱怨，甚至乎佢門口嘅保安啊，呢個平時有冇偷懶蛇王啊？哇，各樣嘅嘢其實都可以作為盡調嘅數據。但係我聽完成個報告會之後咧，再結合埋我自己嘅睇法，其實成個 CPS 佢本身上市按照135美元呢個價錢，咁啊當然啦，首日叫做收盤就升咗接近2成啦。咁而家市值係對標大概係2萬1千億，我認為呢個價錢其實係好合理嘅。其實佢接住落嚟，佢都係會圍繞住呢個價錢喺度爭奪，但係有好多人會覺得未來會係一個星塵大海。點解咧？因為從基本面嘅核心，佢唔係一間簡單嘅一間叫做火箭嘅公司。因為如果淨係做火箭嘅話咧，其實佢後邊嘅嗰啲運輸啊各方面嘅佢嗰個業務咧，喺未來嘅5年內，全球係唔可能會有每年俾佢賺叫做呢個叫過萬億嘅美金嘅一個市場，暫時未咁大。但係佢最核心嘅就係佢下一層嘅嗰個叫做盈利嘅業績鏈咧，就係佢嗰個星鏈作為現金奶流。即係現金嘅核心策略就係佢2025年嘅數據我睇過，佢而家星鏈嘅收入咧大概會超過113個億美金嘅營收，咁然後有利潤率係幾多咧？利潤率係60%。咁呢個其實本身就係對佢個公司嘅持續性嘅現金流同埋佢嘅盈利嘅一個叫做底層邏輯。如果隨住佢個市場做大，佢可能佢嘅未來嘅營收可能會更大。咁所以咧，呢個係佢最基礎嘅第一個核心。而第二層核心咧就係佢講到嘅描述嘅星辰大海啊，佢做咗呢啲咁樣嘅星戰之後咧，未來其實佢會打開嗰個叫做太空旅遊啊、太空運輸嘅一個叫想像空間。喂，我其實都係喺度諗，第時
如果真係太空旅遊個價錢可以接受嘅話，喂，會唔會去下？甚至乎子妮會唔會到時帶住女朋友一齊去呢個太空去浪漫兜翻圈，或者係到時嗰個位置先至望住地球先去嚟個求婚啊？哇，幾正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好多嘅嘢啊，我認為係就係佢只要有滿足到人們心目中好多嘅需求，其實好多都係會有好多嘅想像空間。好啦，咁然後最重要嘅就係佢未來佢嘅 SAI 嘅業務，其實大家都知道嚇，佢唔單止係一啲基礎嘅咁樣嘅產品，佢未來亦都係會佈局呢個太空嘅一個算力嚇，太空算力幾勁啊！成太空都可以裝光伏板，成太空都可以去裝好多嘅一啲叫做AI 嘅一啲叫做信號塔衛星。其實佢未來嘅成個嘅設計聽落去，哇！真係如果係對科技啊，對科技係即係嗰種叫做行業嘅崇拜嘅嗰種鐵粉嘅話咧，哇！真係聽到個人係好澎湃嘅。嗱，我咧喺認真聽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有半澎湃嘅。點解？因為我係用一種代入者嘅心態，我係全神貫注咁樣去跟住鏡頭走，咁啊，然後成個過程去了解完之後，我先發覺，哇！原來呢間公司未來係好美好嘅。好，咁我聽完之後，最後尾我嘅感覺係咩咧？就係左腦話俾我聽，哇，好興奮，好 high。係右腦咧又話俾我聽，喂，冷靜啲喎，喂，去沖翻個凍水涼諗諗先啦，諗諗先啦。按照翻客觀嘅一個叫做實際嘅情況，同埋我哋對佢嘅一個實際，因為公司最終一定係要盈利。當然盈利可以係後置，咁所以按照翻而家嘅核心嘅一個預期同埋估值，佢2025年佢係真實係蝕緊錢嘅。佢而家仲係蝕緊大概30億美金嚇，30億冇嘅，應該係二十，大概係26億左右美金嚇。咁所以咧，佢而家今年嘅2026年嘅一季度都一個虧損仲喺度增加緊嚇，因為好多嘅開支仲喺度不斷咧投入，佢虧損係20億美金。所以按照佢而家嘅本輪無集資金大概係750億美金，佢都係大部分資金係用喺個研發、開發同埋相關嘅一啲叫做產業鋪張嘅一個過程。所以喺呢個過程唔排除會有情緒溢價。呢個情緒溢價咧就係好似啱先我講到咁興奮嘅嗰個狀態下，真係相信咗嗰個第二、第三度未來嘅嗰個叫做遠景嘅防線嘅一個慢移一個推升嘅時候，呢間公司佢其實起碼可能會喺上市嘅初期會值佢上市價格嘅1.5倍，即係意味着價格係幾錢啊？阿子玲，按照135蚊嘅價格去計價。1.5大概可能190蚊附近啦，190到誒、200蚊呢啲。高嗰啲，高嗰啲，135蚊嘅50%咧，大概係200蚊出頭，200美元出頭。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嘅個人睇法，我認為，啊，如果能夠喺漲幅30%以內去上倉嚇，或者係短期關注，我喺上個星期我都講到啦，大概30%到嘅一個預期。咁如果能夠琴日開盤，哇150真係低喎，咁先至呢個開盤上漲10個點嘅呢個，擺明就筍價啦。我覺得真係比國內 A 股同埋喺港股上市嘅好多股票，簡直係良心價到不得了啦，簡直係良心價。所以我覺得呢個價錢如果係關注到嘅，咁然後喺漲幅30%以內嘅，短期都仲係可以持有。正常情況下，佢會維持2萬億嘅估值喺度震盪。因為而家呢個價錢從嚴格嘅呢個傳統嘅嗰個叫做誒理解，佢的確就係偏貴嘅。咁但係可能亦都有啱先我所講嘅情緒預期溢價，佢可能就會有機會從30%去到50%嘅幅度。所以可能接住落嚟嘅1、2個月咧，大家會見到佢都係會維持喺呢個區間喺度震盪。咁所以，但係如果你話短期買咗貨嘅，有可能再向上飆啲嘅情況下，咁我個人建議都仲係可以適當做下呢個叫做波段嘅交易，會更為合理一啲嚇。即係佢未來有冇可能會去到更高嘅價錢，比如3萬億，或者真係見到200蚊以上？呢個一定係要等到佢公司嘅業績有明顯嘅一啲更強大嘅信號先會 OK 嘅。